讲即马伫咧国际上呢，这非洲猪瘟疫情是真严重。菲律宾昨是宣布讲暂时禁止对台湾进口活猪猪肉，甚至拍种等等的相关产品。出口猪肉去到菲律宾的食品公司表示讲影响无大。那防检署也讲，目前呢国内非洲猪瘟案例敢若伫咧一个案场尔。明年2月1日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列入去非疫区的国家。 猪肉出口大国西班牙占欧盟产量1/4，继31年，搁确诊非洲猪瘟病例。到顶礼拜累积高例，因为病毒发现伫野外，敢有法度防止本地猪农清楚疫情，第一时间是真歹收煞。 Sabem que és una crisi llarga i que econòmicament doncs, serà molt dur. 菲律宾农业部伫初7先宣布禁止西班牙猪肉进口，初8也宣布禁止台湾活猪猪肉、猪皮、甲人工受精用的猪仔精液进口。 全力避免进前，因为非洲猪瘟造成猪农受损，猪肉继续起价的状况搁发生。台湾自112年9月出口猪肉到菲律宾，今年出口23吨，计当年430吨，今年只有1吨。国内出口业者讲影响无大。观察期要3个月，3个月没有再发现的话，就可以解除了。影响不多了，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去年跟今年才开始在那个出口嘛，出口占的比例。 营业非常少了。台湾当年努力朝重返非洲猪瘟非疫国之路前进，因为疫情只局限伫台中高车的单一案场，最后清销日是11月21，所以往后推3个月了后，也都是明年2月21，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提出申请，那通过了后，就会当开放出口审查定数，无传统猪瘟复杂。猪瘟的审查程序是要透过专家小组、科学委员会还有大会的裁认。那这个非洲猪瘟自我宣告的非裔国，这个不用经过那个流程，只要经过他们内部的专家做审核就可以了。 因为西班牙也发生非洲猪瘟，有名伊比利猪甲青火腿目前无法度输入台湾。防检署表示，西班牙若要开放出口，会当检附 WOAH 的非疫国证明，向咱国提出申请，咱会启动严格的风险评估，符合资格才会同意开放输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